学到的精神啊，要对的信念啊，或许呢，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了啊。那当然，这个如果说我们有对王敬义讲师了解的，应该略知一二了啊，应该给他打一半开始啊，因为王敬义当时呢，对这个迄个精神的，他各位精神的，真正给咱配合。咱今晚呢，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王讲师呢，给咱开设这个课程。请讲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讲师好。讲师好。请坐下。欢迎各位天老师，以及鼓励领人在这注意见人台的大家早安。讲师早安。好，希望着上天的慈悲，做事的方式，师尊师好与大家人在着，以及咱老少年满大医生的精神，咱二手大天大天人慈悲。咱前人以及过去咱的主对学校的提拔，咱前人者对学校的鼓励、宣传之下，学校才有即阵的资源，而且咱大家共同学习重用。可是，为咱的是学校在所发展，在大学上、在经理上、在经典上，伊的条件来讲非常浅，因此在报告的过程有所不足，在所难免。甚至有事不达意，可能会真多。如果在言语上有敢若模范的所在，盼望咱注意这个，会使把学校的包含较仔细。今日这个班叫做啥物班？经典班。讲到经典，咱有国新班是安尼，无对。为虾米？因为经典就是圣人智慧的结晶，智慧的结晶，伊把伊的智慧放在文字的内底，但是咱一个凡夫俗子要体会到圣人的智慧，讲起来使讲非常困难。为虾米？咱的智慧低，咱愈加人用，咱就感觉讲人愈悬。如果咱若有到迄个悬度，咱就会感觉讲人愈足悬的，就是因为咱的家。这显示了圣人的悬，为虾米？咱的智慧无够，因此就来读书，来研究经典，把咱的智慧一天一天愈光明，达到圣人这种智慧。那么这种就是咧讲到至善无息，至善无息。咱过去经规中有讲到着善，讲到着至善，讲善者天之道。为天来至善，为人尽之善，尽人之善，尽佛之善，赞天地之化育，以天地众参。甚至才讲到了至善之道可以兼备，至善如善。你啊看，拢咧讲至善。儒家最高的境界是啥物？达到迄个善。这种建立悬的境界，这种建立心的功夫，毋是。毋是义，只是道的本来，咱自性的本体。所以修道无言语无见，是非常的平常人。所以今日学道的过程，修道办道的过程，就是咱要改变自己，要提升自己。今日咱修偌济，咱改变偌济，咱提升偌济。咱恢复偌济，咱就修入偌济。所以修道这件事是非常的真实的。咱修偌济，改变偌济，到尾也就修入偌济。
那么这个成就就是哪？要成就自己的本来。咱的本来就是咱的本来就是咱人的自身。所以咱去修法道，人生的过程、修道的过程，就是在时时面对自己。为什么咱来面对自己？因为修道就是啥？就是对自己一种责任。是一种对自己责任。我要如何在人生的过程、在修道的过程，来恢复到我自己本来的面目？这是责任吗？所以时时在对自己有个交代。因为在修完道的过程，我对自己有交代过。有时时要去面对自己，反观自己，反观自我。为什么修道是一件真实的代志？到尾啊，你成就看啥？这世人咱有真修实验无？咱有真修实验。所以圣儒家最高应该达到至圣的圣。所以这种叫做至圣无色。所以至圣拢达到道，叫做至圣无色，永远无停止，永远无了断。那么今日就是互我今日要来学习这种至圣无色。咱首先呢，咱来做伙来开始看吼。无安尼若互我跟着无安尼就是吼，可能会字较歹念。故至圣无色，故至圣无色，不色则久，不色则久，久则宾，久则宾，宾则悠远，宾则悠远，悠远则复合，悠远则复合，复合则高明，复合则高明，复合所以载不良，复合所以载不良，高明所以服不良，高明所以服不良，悠久所以成不良，悠久所以成不良，复合配地，复合配地，高明配天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，悠久无疆，如此者，如此者，不言而终，不言而终，不动而变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无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。可一言而尽。其为物不治，其为物不治，则其生物不息。则其生物不息。天地之道，天地之道，福也祸也，福也祸也，歌也鸣也，歌也鸣也，忧也救也。忧也救也。金福天，金福天，书昭昭之道，书昭昭之道，极其无穷也。极其无穷也。而我生前是经来体验，日月生是地，万物复原。万物复原。金福天，金福天，一出土之道，一出土之道，极其广阔，极其广阔，在花甲而不中，在花甲而不中，尽河海而不涉，尽河海而不涉，万物在现。万物在现。金湖山，金湖山，一贯色之道，一贯色之道，极其广大，极其广大，草木生源，禽兽之义，禽兽之志，宝藏生源，宝藏生源，金湖水，金湖水，一足之道，一足之道，极其不息，极其不息，渊德，渊德，高陵，高陵，夷狄，夷狄，生源，生源，何在失源，何在失源？诗文，诗文，为天之命，为天之命，乌木不义，乌木不义，盖曰，盖曰，天之所以为天也，天之所以为天也。乌合不显，乌合不显，文王之德之顺，文王之德之顺。盖曰，盖曰，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顺亦不义。顺亦不义。这就是今日的本文，安怎有看？真正安尼讲，互我就家己所知影、所体会、所了解，咱做一件事，一定都是不足，我是方便。故至圣无色，不色则久，久则宾，
见了由阮足保护足道。咱若讲要是不是大解说，来解说。这段话就要来知影讲，对用国体要知影必胜之国，复合高龄复合悠远，久不息到甲至胜。要达到复合高龄悠远，伊要来为至胜啦，为至胜的功夫，为至胜的功用，为至胜的功能啦。所以今仔才对这个用去了解这个体，一切拢有一个体，有体就有用，有本就有法。法按对来，按本来；用按对来，按体来。这个功夫按对来，这个成就按对来，按至胜来。所以今仔讲是至胜无息。所以证明来讲哦，高好之源，因为悠久之道，因为不息之功，通至胜。高明可无，伊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伊悠久，天地悠久。那么天地悠久伫对哪？在伊至胜无息。那么不息的功夫在哪里？通以至胜。所以今日要达到圣人，因为达到至胜，那要如何对行道的对象要达到这个至胜？这个是咱今日上大大的重点。咱来看，故至胜无息。至胜就是讲啥？讲道，就是讲天地这个圣人之道。道在这天地间运行无息，从来拢无停止的。天地嘛同款，天道是我之大有数字之运行，在这个天地当中生不息，就是啥？因为伊无息，因为伊无息。那么圣人之道，圣人的道理，圣人的智慧，到今日已经偌久啊？2000几冬，还佫在这个天地当中咧流行咧运行，安尼有久啊。所以故至胜无息，就是咧讲道，咧讲天地之道，咧讲圣人之道，永远运行，永无停止，永无休。足简单一句话就是。但是伊后面所表现出来是啥物？就是不息叫伊咧永远是苦叫道理。这段话就是表咱知影讲道的运行永远无止息，但是道有形以上无，就咱看会到，咱注意一下，道的运行咱看会到，咱看袂到，可是咱透过天地来看，道既然伊运行无息，可是验于天地可辨于，咱今日生活在这个天地当中。自古到现在，而我一个交替，事是这个运行，凡不生生不长，咱就咱看出天地伊运行无息，凡看出道的运行无息。那么这段话就是圣人咧讲这个天地之道，因为为什么咱要了解道的运行无息，比天地来较看？因为天地是道的代表者，道无当看，天地有当看，真正会当代表道的人的物件是哪？天道，就是天地。所以来讲，所以这段话拢讲天地之道。透过咱就来甲看天一个现象，就是道的现象，道的现象。那么圣人就是哪？天地之现象。所以圣人观天之道，执天之理。对道讲到天地，对天地讲到圣人。圣人若无了解天地之道，伊若毋是天地之行者，伊要如何来讲出这个物件？但是这个物件就是啥？圣人的智慧，圣人的体悟，咱到底我就去体会这个物件。所以这段故至胜无息，就是咧讲天地，咧讲道，咧讲圣人。所以天地有久无？天地天长地久，就是因为天地天长地久，久即根，伊的根是有形无质，是悠远的，是无时间空间的限制，
天地之德，圣人之德就同款。那么伊由愿甲成就了地的土户、天的道理，所以土户道理拢按对来，按自性无性。所以这段话就是你生活了解讲，道的运行无息，天地运行无息，圣人之道在天地间嘛是永远是无息。那么圣人伊要动天地之道，是为什么？就是要人效法，互咱去体会天地之道，去效法天地之道之行。确实讲，咱敢若看，敢若知，咱无去效法，就失去圣人甲你讲这个道理。甲你讲这个道理，所以咱讲有啥物圣人伊观天之道，执天之理。圣人伊看到天地之道，伊会去效法，去实行天地之道。那么透过伊的体会，去讲互咱知影，希望咱能够去体会，甚至去效法。天的不息，天的悠久，天的土户，天的道理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天行健，君主以自动不息，地势坤，君主以和平在稳。天行是刚健的，是无息的。一个君主人看到天地，家己伊想要效法，爱家己自动不息。有些人咱自己爱自强不息，咱自己无坚强，无人使咱坚强。家己爱注意自强，咱家己爱徛起来。咱若家己也无徛起来，别人袂使咱徛起来。咱自己无坚强，别人袂使咱坚强。家己爱自动自发。修道过程就是咱家己爱自动自发，毋是互人安尼救安尼杀，毋是。家己爱发强光的，发出这种光强的意志力。就是不朽的人物，家己爱自信自动，家己爱自觉自修。即种家己对我讲的，家己爱对自己有交代，家己爱坚强，家己爱有自动迄种不朽的精神。为什么？无人会当替咱做。所以一个君主人看到天地当中，伊会效法，伊看到地，迄种的环境地势，就是土户。在土户的当中，就是伊的所有万物拢在这块地当中，拢住在这块地，拢在这块地，拢在这块地，而且生生不息，而且生生不息。所以咱就是要效法地迄种活力，去承载一切。所以天这个相，就是要互咱有这种作用。去效法，去效法。所以来讲，尽人道以合天道，因为行爱尽人道，照着咱人的力量，照着咱人的修道功夫，照着一切的事工，尽一切咱人的力量去做，以达到天地之道。所以，因为行者天之道。行之者，人之道。因为天道咧，伊是无为自然无为的，咱伊免透过修，但是咱来透过修。所以人道人修道过程，是就落到雨天，叫做勉强，修道勉强嘛，勉强。咱若无对这个勉强，要达到这个自然，自然按对来，为勉强。勉强而行之，就必之啊，一定。所以这种在中庸之就讲过，有安而行之，有理而行之，有困而止，有勉强而行之。教会迄个修讲是一样。所以今日每一个人对自己修道过程，咱有经验。天地无为，咱到底有无为的？天地是自然，咱袂当达到自然，咱对这个勉强、对人道、对一切慢慢去做，就是要达到这个天地之道。所以圣人讲，
行者天之道，行之者人之道。这种在进行，当初就讲过来，我做带一处，这是个核心。那么，咱若讲到了这是天地之道，天地之道就是要自行、自行无息，成就悠久，成就普普，成就道理。但是这是修天，咱今日要效法，就是要效法伊自强不息。那么不息则久，咱今日以修万道来讲，以修万道来讲，咱就爱以论不息做一个咱人的根本。因为天地来讲，就是讲，伊是自行无息，不息则久。咱今日修万道的过程，嘛爱以个自强不息，做咱修道一个根本。那么不息就是应无知识，思想如意。过去呢，孔圣人徛在大高顶，咧看水咧流咧流。讲世者如斯夫，不暇求也。孔圣人看到水，安尼水安尼流，是安尼流安尼流，无分级甘愿，伊体会到啥物物？一定是个本源。水有水源，水若无水源，就伊无法度流到伊也袂得安尼流，川流不息。一定是个本。那么咱今日要达到迄个修道有，达到永久，一定要有一个本。咱有这个本，就永远就有生机。所以叫做不息，就是生生呀，无叫长的，无叫长的，达到思想如意。那么救起来就救于之道，安心立命。咱若有不息的功夫，有不息的精神，咱才有法度在这个道场当中，在修办道的过程，来安心立命。所以看，一张绳啊，伊现权现大，就是哪救的。救在这个所在，伊安心立命到尾啊。这张绳啊，变哪大？所以咱过去，咱过去呢，我听讲啥物啊？无讲我爱偌久，无3年4个月，学3年4个月，学啥物？学啥功夫？真俗，真俗。为什么？因为到尾有啥？就是一种不息的功夫。所以不息上较歹做，愈歹做的大物件就愈可贵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日久生变，风月之变。一项物件久到尾会变，人通袂做久，咱的心会变，咱的心会变先，咱的心会疲劳。一项物件我反正偌好吃，食了久，咱就感觉袂好吃。为什么？咱人心会变。我过去，安尼做工书的时阵，真正有够认真，有够认真，安怎认真？嘛咧想，做工课咧想，咧困也咧想，伫时途间伫咧困也咧想，开车也咧想，做工课咧想，互我边仔，互我较早咧做工课，啊，中到时了困，边仔拢袂想错，去日日拢倒去啊，而且就咧一个写，咧困光灯头嘛装一张纸去，互我坚定安家己来讲，为什么？迄阵会精神。毋过发生呢，都变起来，实在就是变起来，变都变到害怕，都无认真，都无用心，都无精神，为什么？那是你问题啊，修多久啊？咱就修得变。所以要达到不息，你始终如一，永久不变，这无简单呢。甚至有着变的，咱就继续变啦。迄种的精神就无去啊。
有了逆境，有了困境，有了瓶颈，有了考验，咱就继续就对，咱就继续就对。要作为作，要精进作。今仔日做，明仔精进；今仔日精进，明仔安怎退缩？袂准持之以久，守之以恒。所以今仔日咱就感觉讲，修道过程就是不需要精进。啊，拄仔咱就讲过，咱的经就讲过，你即种初发心发出来，成道有啥物？咱的初心到位面面，不是久啊。有啥物？咱讲修道修到久，会变老愈久。有啥物？咱的心念变，咱的心念变。所以有啥物？咱时时爱去关照自己，我的心念变。我感觉讲，过去咧学课，过去咧做工作，有啥物爱认真？即马才害害，愈无认真。坦白讲，对天命到目的，这个过程，咱的心念。所以讲有啥物空性，讲学不厌，搞不惯，伊学袂厌，伊教袂成，这种精神。所以过去咱有听说过叫做独立，那么独立千变万变不厌倦。我看你一千遍万遍，我都拢会压死。所以今日咱时时特别咱来讲，不成就就是太歹做到，如果天天做到，圣人做得到，咱今日所要学的是无这个所在。所以就是讲，我入手处是自强不息。人一间会了，咱100间；人10间会了，咱1000间。一直做，一直做。